阿瑟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，最著名的標籤就是他那神乎其技的演繹法。但如果從邏輯學的嚴謹角度來解構，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秘密：福爾摩斯最常用的核心技巧，其實根本不是演繹法。事實上，他是將3種不同的邏輯推理技巧融合到了極致，再配合他強大的心理學與資料庫來破案的。1. 核心推理技巧，索因推理，這是福爾摩斯真正的秘密武器。在邏輯學中，演繹法是從一般原理推導出必然的個別結論，例如人都會死，蘇格拉底是人，蘇格拉底會死。但福爾摩斯面對的是一具屍體或地上的腳印這種個別結果，他必須往回尋找最可能的解釋原因。這在邏輯學上被稱為索因推理。思維公式發現驚人現象，如果原因 P 成立，現象 Q 就能得到合理解釋，因此原因 P 很有可能成立。經典案例，在血字的研究中，福爾摩斯第一次見到華生，就一眼看出他剛從阿富汗回來。觀察現象，這位紳士有醫務人員的風度，但臉色黑黑的，手腕膚色涇渭分明，去過陽光強烈的地方，面容憔悴，生過病或受過苦，左臂動作僵硬，受過傷。索因找尋最佳解釋，當時英國軍隊正在那裏打仗且陽光充足。阿富汗，因此他必定是從阿富汗回來的英國軍醫。2. 完美的輔助，演繹推理與排除法，雖然索因推理幫他建立了多種假說，但福爾摩斯會接着使用真正的演繹法來驗證或排除這些假說。他有一句流傳百世的名言：當你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之後，剩下來的力求不論多麼難以置信，也絕必定是事實。4個簽名，當他心中有幾個可能的原因時，他會利用已知的科學常識或嚴密的邏輯鏈條，把不可能的選項逐一砍掉。當其他路都斷了，最後留下的那條路就是真相。3. 基礎累積，歸納推理索因和演繹需要強大的基礎支撐，這就來自於歸納法，透過大量的經驗累積與觀察，總結出普遍的規律。福爾摩斯不是神仙，他的直覺來自於他大腦裏龐大的資料庫。案例，他寫過關於140種不同香煙煙灰特徵的論文，研究過各種字體，能分辨倫敦各區的泥土。邏輯運作，因為他觀察過無數次 A 牌香煙的煙灰形狀，歸納，所以當他在案發現場看到這種煙灰時，就能直接跳躍到嫌反抽 A 牌香煙的結論。索因。福爾摩斯思考法的4大步驟，如果把他的邏輯分析轉化為我們可以借鑑的日常思維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流程。1. 微觀觀察，區分看與觀察。大多數人只是看，而他是觀察。他會注意樓梯有幾階，衣服扣子的磨損程度，指甲縫的殘留物。這是所有邏輯推論的數據輸入端。2. 收集與分類，建立關聯性。將觀察到的細節與他大腦中的知識庫，如化學、植物學各類犯罪史進行比對，過濾掉無關的干擾信息雜訊，只留下真正有價值的線索。3. 建立多重假說，索因思考，根據留下的線索，在大腦中重演犯罪現場，想像出幾種不同的可能性和嫌犯動機。4. 嚴格驗證與排除，演繹與落實。尋找關鍵證據，即如果我的假說是對的，現場應該還會存在某個痕跡，一旦發現矛盾，立刻放棄該假說，直到找出唯一的真相。總結來說，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，其實是一位披着偵探外衣的科學家，他運用歸納法累積知識，看到現場後用索因法大膽假設，最後用演繹排除法小心求證。這種三位一體的邏輯技巧，才是他能洞悉人心的真正原因。我們通常對演繹法和歸納法比較熟悉，但索因推理才是人類大腦在解決未知問題、破案，甚至進行科學發現時，最依賴的邏輯本能。這個概念最早由美國邏輯學家查爾斯·皮爾斯明確提出。
簡單來說，演繹法是預測未來，歸納法是總結過去，而索因法則是逆向工程，從結果去猜測原因。